Hello，大家好，今日啦，我想同大家一齊拆解下香港嘅殘疾人士登記證，由點樣申請，要準備啲咩，到之後點樣管理，所有你可能想知嘅嘢，我哋都會喺呢度一次過講清楚。我哋不如有一個好實際嘅問題開始諗下，平時如果需要證明自己嘅殘疾狀況，點樣先可以最快、最方便又夠官方啊？答案其實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呢張登記證啦。首先有個好重要嘅更新，又話俾大家知，呢張證而家唔再係得一種形式噶啦。除咗傳統可以放入錢包嘅實體卡之外，由2024年6月24號開始，你都可以揀一個全新嘅電子版本。申請嘅時候揀定就得，之後電子卡就會直接 send 去你嘅 email， 真係方便好多。好啦，為咗等大家跟得貼啲，我哋會跟住呢個流程去行。首先了解下張證嘅基本用途同最新消息，跟住睇下點樣去確定自己合唔合資格，之後就入去咯，睇首次申請嘅步驟，再之後講下點樣管理章程，最後就係費用、時間同私隱呢啲實用資訊，同埋一個快速嘅重點回顧。OK， 我哋即刻入正題，第一部分。登記證嘅用途同最新消息，搞清楚佢究竟係用嚟做乜嘢，同埋更重要嘅係唔係用嚟做乜嘢。簡單嚟講咧，殘疾人士登記證就係一份官方文件，佢最大嘅作用就係喺你需要嘅時候可以攞出嚟證明你嘅殘疾身份同埋喺邊種類別，上面會有你嘅名、相片同殘疾類別，清清楚楚，唔使多解釋。嗱，呢度要下重點啦，大家一定要記住。呢張證嘅用途純粹係用嚟作身份識別，佢並唔係一張會員卡，更加唔係信用卡，真係好多人會搞錯，所以呢，我哋喺一開始就要講得非常清楚。好，明白咗佢嘅用途之後，我哋就入到第一個實際步驟，確認資格，睇下究竟你係唔係合格與申請呢張證。咁邊啲人可以申請呢？你睇下。呢度列出咗所有合資格嘅殘疾類別，個範圍其實相當廣泛，有聽障、視障、肢體傷殘到自閉症、精神病，甚至喺特殊後著困難等等，都包括在內。基本上，只要你嘅情況會影響到日常生活或者參與社會活動，就好可能符合資格。申請方面，你可以自己搞掂，亦都可以由父母或者合法監護人帶你申請。不過要提提你，如果係屋企人幫你搞，就要記得交埋關係證明文件嘅副本啦。好，搞掂咗資格問題，我哋就嚟到最核心嘅部分啦。首次申請，一齊嚟睇下有準備啲咩文件，同埋個流程係點樣嘅。其實成個申請過程都幾直接，可以拆開做4個簡單步驟嘅。第一，填好份申請表，嗰編號是 CRR3。第二，準備好你嘅殘疾證明。第三，搞定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同埋一張近照。最後，你可以揀上網搞或者郵寄都得。我哋再睇真啲呢個 checklist， 費事大家執漏嘢。而需要填好嘅申請表 CXR3， 一份殘疾證明。記住呢份證明一定要是最近6個月內簽發嘅，呢樣好重要。你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同一張彩色嘅證件近照。整到殘疾證明，其實有幾個唔同嘅方法。你可以揾香港註冊醫生或者醫療專業人員幫你填一份證明書，例如 CRL4 表格，又或者由相關嘅資助學校或者康復機構出嘅證明都得。如果今話你係傷殘精剔嘅受惠人，有個更方便嘅方法，就係填一份授權書，咁董阿叔就可以直接幫你向社會福利署查核資料，慳翻好多功夫。好啦，假設你成功申請到張證啦話，咁之後呢，係咪就一勞永逸呢？我哋就入到下一部分，點樣管理你嘅登記證，包括續期、唔見咗點補領同埋更新資料等等嘅情況。續證有幾種情況，大家要特別留意。如果醫生證明你係暫時性殘疾，咁就要喺張證到期前2個月內申請續期，而且要交一份新嘅殘疾證明。另外有2個歲數係一定要換證嘅，就係滿11歲同18歲嘅時候，都要喺生日之後2個月內換證。到時就要交過新相片同埋最新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啦。咁如果唔好彩唔見咗張卡，或者係要改名改地址呢啲個人資料，又點算？
其實程序好時都係要填申請表同交身份證副版，唔見卡就要加封信解釋下點解唔見咗，更新資料就要寫清楚改咗啲咩。重點嚟啦，呢兩種情況去補領，費用都係港幣61蚊。哦，仲有，如果你係想更改殘疾類別，就要記得交埋新嘅殘疾證明先得。最後呢，我哋就嚟睇下啲大家最關心嘅實務問題，費用要幾多，要等幾多，同埋我哋嘅個人資料安唔安全呢？費用方面，正如頭先所講，補領嘅費用目前係港幣61蚊。你可以用支票、電子支票或者用轉數快 FPS 嚟俾錢。如果真係有經濟困難，都可以書面申請獲免費用嘅。咁要等幾耐呢？官方嘅講法係，只要你交齊所有正確嘅文件，檔案室一般會喺15個工作天之內就處理好同簽發登記證俾你。至於私隱問題，大家絕對可以放心，官方指引講得好清楚，你提供嘅所有個人資料都會嚴格保密。只會用喺同你申請相關嘅事，或者內部做統計研究。喺未得到你本人清晰同意之下，啲資料係絕對唔會向其他機構披露嘅。好，差唔多到尾聲啦，我哋一齊用最快嘅速度重溫一次跟你講過嘅所有重點。結束啦。第一，阿家有新嘅電子版同實體卡可以揀，申請時記得諗清楚。第二，張證只係身份識別，唔係優惠卡。第三，申請前睇清楚你份殘疾證明係咪最近6個月內簽發。第四，喺日曆 mark 低11歲同18歲呢2個日子，係一定要看證㗎。最後提提大家，所有喺2005年7月之前發出嘅舊證已經全部失效㗎啦。聽完之後係咪覺得見識識好多，準備好去申請衛生藥呢？如果仲有其他問題，唔使怕。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呢下查詢熱線21809384，希望今次嘅解說真係幫到你哋啦，我哋下次再見。